寫作可以很簡單，第一步，用六何法來思考。六何法思考問題，你的答案：何人？一、主角是誰？二、還有誰在場？何時這件事發生在什麼時候？何時發生了一件什麼事？他做了什麼？為何他為什麼要這樣做？我為什麼欣賞他？如何他當時的表情、動作和說話是什麼？我的感覺如何？第二步，把六何法的答案變成作文三段。作文題目：我最欣賞的人。第一段，介紹他是誰，用到何人。何人是我最欣賞的人？他是我的關係，如媽媽、老師。他是一個簡單形容，如溫柔、勇敢的人。第二段，描述一件事，用到何時、何地、何事、為何、如何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何時，在何地發生的事。當時何時，他看到了，就如何動作，並且溫柔地對我說如何說的話。他會這樣做是因為何？當時我心裏覺得如何，我的感覺。第三段，寫出感想和感謝。從這件事，我學會了要像他一樣，學到什麼品格。他是我最好的榜樣，我非常感謝、敬佩他。第三步，範文事例，用六何法寫出來的文章。作文題目：我最欣賞的人。何人？我的媽媽。何人是我最欣賞的人？他是我們家的守護者，總是用他的愛包圍住我。何時何地？記得有一天晚上。何事？我在房間裏為了明天的數學考試煩惱，好多題目都不會寫，急得快要哭出來了。如何？媽媽走進房間，她沒有生氣，只是輕輕地拍拍我的肩膀，然後坐下來，一題一題慢慢地教我。她指住題目，用溫柔的聲音說：沒關係，我們一起把他打敗。為何？我知道他上班一整天也很累，但他總是把我放在第一位。如何感覺？那一刻，我心裏覺得好溫暖，也安心多了。媽媽讓我學會了感想什麼是內心與愛，她是我心中最偉大的英雄。我長大後也要成為一個像媽媽一樣能帶給別人溫暖的人。